大基本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常来讲到，人讲关系若拍好，厝边就和乐。这是讲到和厝边大家斗阵好来好去，上介重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下关系下读好的下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下本地意思是连续，比如做关系，代志的源头甲结果，咱讲是下项。古早嘛有人读做下项，另外还有部门的主管，古早讲是下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关系，关系意思会当讲是咱人甲人代志或者是物件有牵连，像讲有做家教，就是有婚姻关系；时大甲时细有亲子关系，人甲人有关系，嘛会当讲是有相干有交叉。关系嘛会当讲是对代志的影响，或者是讲代志所牵涉的范围，像讲这件代志关系重大。另外嘛会当讲是交割。第二个词读做下项，古早台语字典是读做下项，会当讲是代志的源头，甲刷落来发展。若是讲无了解，会当讲是唔知下项。另外下项嘛有效果意思，像讲药啊食了无效，咱讲无下项。嘛有目的或者是涨头的意思，像讲若是三无涨，会当讲是三无下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件民事相告的案件，甲因规家伙啊，拢有关系。律师若是无好好了解，恐惊三无下项，就无法度替伊的当事人争取到上好利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下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